因為巨輪係喺我哋上面開始拍嘅劇，咁我諗有份參與巨輪嘅台前幕同埋演員都對巨輪有好大期望，咁出到嚟得到觀眾嘅喜愛。對於我自己演喬天生呢個角色，即係頭先都講過係一個有血有肉嘅角色，唔係之前我演開一啲可能係比較正面啲或者單方面，即係呢個角色係喺呢個社會裏邊面對一啲嘅環境同埋壓力而會走出嚟嘅，咁得到大家喜愛咁，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喺呢啲方面嘅角色繼續嘗試咯。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可以再次嚟到馬來西亞，今次亦都可以巨輪Rachel 呢個角色可以得獎。其實呢個角色我覺得同我自己屋企嘅嗰個少少背景係好相似，因為我都係加拿大翻嚟，咁喺今次呢個劇裏邊，Amy 姐我可以講翻自己想講嘅英文，又可以作下一啲新嘅詞出嚟，非常之開心，亦都好開心可以今次同展鵬可以有咁多嘅戲份，喺佢身上亦都學咗好多嘢啦，同真係㗎，你嗰種嘅反應，因為佢我喺你身上都學到好多嘢。冇，因為學到好多臭 BB 嘢，講笑。因為佢係好中意分析角色啊，同埋佢除咗睇自己，佢會睇其他人嘅角色，咁所以多謝你。多謝佢。其實今次喺馬來西亞攞呢個獎其實之前咧，姚文英呢個角色咧喺呢個巨輪嘅 MyTV 嘅我知啦角色啦，即係姚文英啦，咁同埋台慶咧都得到咁多位同業嘅愛戴，其實已經好開心。咁其實今次嚟到馬來西亞攞呢個獎，我最開心嘅係我哋4個同台一齊企喺台嗰度，我嘅好拍檔 Eddie 又喺我隔離一齊去講呢個得獎感受，我係好開心。同埋我覺得今次最開心嘅係可以喺馬拉度俾人哋感覺到其實巨輪係一個團隊啦，係唔單止係我哋4個人嘅努力，而係所有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佢哋一齊嘅努力，去製造咗4個非常之突出嘅角色，亦都唔單止4個，其實好多個突出嘅角色。咁我覺得喺呢件事喺馬來西亞發生好多好嘅。咁其實喺拍巨輪嘅時候咧，我哋喺拍攝當中咧都成日好希望呢部劇快啲出街，快出街之後咧，亦都好希望可以咧係提名到啦最佳劇集啦，或者係有一個獎係放我哋成班人嘅。其實雖然我哋今次呢個獎項係個最喜愛角色獎，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獎亦都包括咗好多台前幕後嘅一啲朋友嘅心血，因為我哋係一千人好有貢獻咁，不論外面，不論係廠，即係大家都希望將件事做到最好，同埋係好似真係好和諧嘅呢個劇裏邊，所有嘅合作都好開心。咁所以頭先喺台上面都好 hyper 下，咁頭先就唔記得咗要多謝翻馬來西亞朋友啦，因為我知道係好多朋友喺網上面投咗我哋巨輪嘅角色嘅票啦，咁所以喺呢度要多謝佢哋